如果有一日你屋企入面所有嘅嘢，電視、雪櫃、好多嘅家私，全部都要清走，淨係可以留翻一張床同埋行李箱，你估你仲可唔可以生存得到呢？日本有一個人咧，真係咁樣做，仲覺得咁樣生活好舒服。咁究竟佢係點解要咁樣生活呢？佢放低咗啲乜嘢，同時又揾翻咗啲乜嘢呢？ Hello， 我係 Brian。咁今日咧就想同你講下呢個日本極簡主義者濕谷直人。濕谷直人1995年福岡縣出世，佢爸爸咧就係做 day trader 嘅，媽媽就係全職做主婦，佢仲有一個細妹嘅。佢哋嘅成長環境都幾富裕嘅，即係有大屋住啊，有幾架車咁樣。細個就中意打機嘅直人，中意課金就課金，去旅行就去旅行，反正咧就係基本上唔使點樣為錢煩嗰種。但係去到中學時期，佢爸爸因為投資失敗，輸咗好多錢啦，最後要申請破產。後嚟爸爸媽媽都離咗婚，媽媽咧基本上就係靠做兼職去養大兩個小朋友啊！咁如果喺日本做 part time 咧，好少普遍都係1200至1300 yen 一個鐘嘅。咁佢媽媽嗰陣時一個月可能賺到10萬 yen 鬆啲咁樣啦。咁但係喺日本一家三口嘅生活費，就算慳極咧，一般都要去到20-30萬 yen 左右嘅。咁所以對於直人媽媽嚟講咧，要用呢一啲 part time 人工去頂起兩個小朋友嘅生活費，再加埋考試費啊、學費，幾乎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後尾咧，直人都有去翻 part time 去幫補下咁啦。本身就好富裕嘅直人咧，突然間變到好窮，所以咧佢都開始好執着錢同埋學歷呢兩樣嘢。因為佢覺得咧，如果想過翻以前咁嘅生活，就一定要賺到錢，咁樣佢先至可以過翻以前嗰種好富裕嘅生活啊嘛。咁所以喺佢中學嘅時候，幾乎咧都淨係讀書，唔會話點樣浪費時間去玩嘅。佢亦都成功考入咗一間都幾出名嘅升學名校，嗰間學校咧係專門幫學生衝名牌大學嗰隻啊。而佢嘅高中成績一直都算唔錯啦，自己都覺得呢條路行得都幾穩陣嘅。咁但係就係有一樣好唔好彩嘅事發生咗喺佢身上，就係去到佢大學入學考試嗰一日咧，突發腸胃炎加上中埋流感啊，成個考試都塌晒 Q。咁但係嗰次嘅失敗咧都冇即刻打沉佢嘅，佢就覺得只要佢讀多一年，考更勁嘅大學咪得咯。於是咧就諗住話按計劃進行，再應考多一次。咁但係就係好奇怪咧，明明佢身體都好正常嘅，就係入唔到大學。之後咧佢又再試多一次重考，但係咧可能因為都重考咗咁多次啦，佢都已經冇晒心機啦。嗰一年咧就變咗係沉迷追偶像啦，掛住打工賺錢去玩咁樣。咁所以可想而知咧，第二次重考佢都一樣失敗咗。直人咧就話當時候自己完全進入咗一種人生放棄模式，每日都喺屋企嗰度渾渾噩噩咁樣過，仲覺得自己係喺同學入面嗰種失敗者。讀唔成書，唯有就去做一啲炒散啦。試過喺電話學專門店啊、書店等等嘅地方度打工。而佢人生中最大嘅一個轉折位呢，就係發生喺佢啱啱出社會炒散嗰段時間。就喺2014年嘅冬天，當時候佢仲係19歲，仲同緊屋企人住。佢就係有一日咧，好想自己搬出去住。咁我哋啱啱都有講啦，佢做炒散根本就賺唔到啲咩錢嘅，要搬出去住咧都真係有啲困難嘅。但係咧，佢當時候就開始諗，如果我只係用好少嘅生活費，有冇可能一個人住到呢？咁於是乎咧，佢就用 Google search 呢咗個 list。咁佢咁樣 search 咧，主要就係想睇下話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冇雪櫃啊、冇家電，但係租金好平嘅地方俾佢租到。當時候咧就俾佢發現咗一個 blog， 咁裏邊主要係講一啲極簡生活嘅嘢啦。咁寫 blog 嘅人咧住嘅地方就正係冇雪櫃啊、冇微波爐、冇電視、冇洗衣機，咩都冇嘅。而且為咗可以喺日本同埋海外之間自由移動咧，佢就會將所有嘅隨身物品減到最低。嗰個 blogger 咧仲幫自己改咗個名叫做 Minimalist， 即係極簡主義者咁樣解啦。直人當時候對於極簡主義呢種生活方式咧，就產生咗一個好大嘅興趣。佢就開始效法呢個 blogger 咁樣斷捨離啊，抌咗好多冇用嘅嘢。而最後咧又真係俾佢揾到一間負擔得起嘅屋喎，咁就170尺左右 1K 嘅房型，即係一個房一個廚房，個房同埋廚房只係有少少分隔咁樣嘅啫。咁啊連埋租金大約每月6至7萬 yen 咁嘅生活啦，即係大概係港幣4000幾蚊一個月，生活得係超級慳嘅。佢就用咗半年嘅時間喺日本各個地方旅遊，咁因為佢冇咩物品隨身啦，每次轉地方住呢，其實都係將所有嘢塞入去一個行李箱就搞掂㗎啦。
不過實行咗呢一種極簡主義者嘅生活之後呢，就好快發現理想同埋現實之間係有好大嘅分別嘅。直人呢係一個好內向嘅人嚟嘅，咁對於一個好內向嘅人嚟講，住喺 share house， 每日都會面對好多嘅旅客，好熱鬧，呢種社交強度好高嘅生活，對於佢嚟講都真係好攰嘅，根本冇辦法持續落去。即係喺日本各地度旅遊，話就話係佢嘅理想啦，但係佢就只係實行咗大概3個月就打消咗念頭噶啦。於是乎呢，佢又再去揾一個好平嘅住所嚟住，咁唔使話好大嘅，總之夠一個人長期住就 OK 噶啦。咁所以呢，佢就喺福岡嗰度又揾到一間大概100零尺嘅屋啦。咁今次呢間屋呢，就細少少啦，就係一個 1R 嘅房型，即係冇一個獨立嘅房嘅，咁就大概100零尺左右啦。佢間屋有幾大呢？你可以想象下。放一張標準嘅雙人床入去，放咗入去之後呢，周圍基本上就淨係得翻好窄嘅位行嘅啫。而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咁樣嘅空間係真係好細嘅。咁但係直人呢就話，只要唔擺多餘嘢，空間係完全夠用。仲話去廚房、去廁所都唔需要話行到好遠，打掃清潔又快。佢形容呢種生活呢，反而係更加冇壓力、更加輕鬆咁樣講。咁即係可以睇得出呢，佢對於住房其實真係冇乜要求嘅。不過咧，租金相對嚟講就一定係會更加平㗎啦。租金2萬yen，同埋好就好在呢間屋係近車站又近市中心嘅。咁我哋啱先都講咗啦，佢俾極簡主義嘅價值觀吸引住，咁所以咧佢後嚟都有繼續睇好多一啲極簡主義嘅文章同埋書嘅，仲主動去聯絡咗一啲極簡主義嘅 blogger 同佢哋見面，花咗好多嘅時間去研究同埋實踐極簡主義嘅內容之後呢，佢都開始建立咗自己嘅一套理論啦。21歲開始就靠寫blog 同埋創作嘅收入就已經可以 cover 到佢生活費，唔使再靠打散工為生啦。咁佢嗰套理論咧，大致上都可以分為2個概念嘅。第一就係用好少錢都可以過到唔錯嘅生活，唔再俾錢追住嚟走。佢重視嘅嘢咧，唔係話要住幾好，而係最少佢要幾多錢先至夠生活。呢個咧都有啲似我哋之前有一條影片咧係講自由數字嘅。咁佢住喺一個100零尺嘅屋啦，生活費房租加埋1個月都係7萬yen左右嘅啫。即係話咧，佢每個月用港幣嘅3000零蚊就生活到啊。第二個概念咧就係減少物品同埋選擇。佢話咧咁樣就可以令到自己嘅時間同埋精神多翻出嚟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果係佢咧，就會專心咁樣寫 blog 啦，同埋創作嘅。咁可能咧有啲觀眾聽完唔係話好明，即係減少物品同做中意做嘅嘢有啲咩關係呢？喺一次訪問裏面咧，佢就講話，斷捨離咧可以令你減少咗好多不必要嘅嘢啦，你嘅物品變少咗，代表咗你每日要做嘅選擇都會少咗嘅。着咩衫啊，啲嘢擺咗去邊啊，呢啲好細粒嘅決定全部加埋起嚟呢，其實都真係好花精力嘅。即係佢嘅意思就係，當呢啲無謂嘅選擇少咗，你嘅腦袋咧就會寧靜咗啲，多翻啲能量可以放喺創作嗰度。我諗大部分嘅人都會有一個經歷，就係見到屋企成堆衫堆咗喺度，個人就會變到好似好冇動力咁。咁我諗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咯。咁後嚟咧，佢就靠住呢啲理論變成咗自己嘅產品同埋事業啦。喺2018年佢出咗第一本日文書，出版咗之後咧，喺 Amazon 某個分類度做過暢銷書嘅。然之後咧又喺台灣嗰度出過中文版，個書名咧就係我簡單豐富的生活提案，從居住物品到人際關係，50個擺脫金錢和外在羈絆，化繁為簡的富足人生。個書名都幾長嘅。咁同年咧，佢就成立咗自己嘅公司 Minimum Art， 專門係賣一啲好簡單嘅產品，即係譬如係一啲好輕薄嘅銀包啊、背囊啊等等咁樣。咁我都有專登揾佢嘅 YouTube channel 嚟睇，佢依家咧甚至乎都有幫人做一啲執屋嘅服務嘅，咁都幾有趣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去佢個頻道嗰度睇睇，我會將個連結咧放喺資訊欄嗰度啦。而直人咧喺佢嗰個 blog 入面都有講過嘅，對於佢嚟講咧，60萬yen已經係夠佢一個人生活1年㗎啦。咁所以佢會將呢個數字咧當作係一個最低生活嘅成本，仲話一旦儲蓄多過60萬yen咧，佢就會將多出嚟嘅錢拎嚟投資自己，又或者係回饋翻俾其他人。60萬yen 1年，咁佢使費都真係幾低嘅，可以見到佢係真心相信極簡主義嘅思想。咁睇完直人嘅故事之後呢，我覺得佢嗰種極簡生活真係唔係適合所有人，連我自己都會覺得未必頂得順。不過佢嘅諗法都提醒咗我呢，所有嘅嘢其實都係會食咗我哋嘅能量噶嘛，搞到我呢睇完都有啲動力想去整理一下自己間房，同埋都會想之後定時定候去審視一下，有冇啲嘢係一直浪費緊自己嘅能量呢？有冇啲人啊、關係啊，特別係某啲嘅壞習慣係同我嘅人生方向
完全冇關，但我又一直冇斷捨離嘅呢？咁我都唔算係一個好識做決定嘅人嚟嘅。斷捨離呢，的確係一個幾好嘅練習，去逼自己做多啲 decision making。咁唔知道你會唔會想好似直人咁樣生活呢？但係如果直人嘅故事都啟發到你啦，即係可能醒起有啲嘢好想放低嘅，但一直都未放低，或者令你重視翻自己想點過生活啦，都好值得同自己慢慢傾下嘅。我係 Brian，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